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睇院長嘅神秘學影片。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倪匡嘅衛斯理小說系列啦？對於小弟嚟講呢，倪匡嘅小說確係喺中學嘅時期陪伴咗小弟無數個秋與冬嘅。當中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一本叫做《天外金球》嘅小說。《天外金球》呢一本小說嘅內容呢，就係話呢，有人就委託咗小說嘅主角衛斯理個老婆，即係白素啦，去攞翻某一個神秘宗教當中呢一個能夠象徵嗰一個宗教權力嘅聖物嘅。而喺小說當中呢，呢一件聖物就係一個圓形嘅，一隻手都攞得晒嘅金屬圓形球體嚟嘅。故事嘅最後呢，就話衛斯理經過一系列嘅探索加上奇遇之後呢，最終係發現原來個金球呢竟然係外星人嘅太空船，而當中嘅外星人呢，佢哋嘅體積呢都真係細小到人類嘅肉眼都係睇唔到嘅。故事裏頭呢，就話啲外星人呢，因為發生咗意外而滯留咗喺地球，同時佢哋嘅飛船之內呢，賴以生存嘅氣體亦都即將耗盡，於是乎佢哋就不停用精神嘅感應呢去向人類求助嘅。但係呢一啲人類呢，就會以為呢一啲係來自神靈嘅啟示。有人話啦，倪匡所寫嘅科幻小說呢係有預言性嘅，甚至係好可能咧係來自高等智慧俾人類嘅啟示嚟添嘅。而倪匡自己都曾經講過啊，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可以寫咁鬼多故事，擁有咁多靈感，背後都真係好似有人不停咁去俾啲靈感佢。佢亦都話之後佢再冇寫小說，原因都係因為佢一夜之間呢係完全冇晒呢一啲靈感，完全再寫唔到任何呢一類型嘅小說出嚟。所以佢自己就相信呢，佢小說嘅內容好可能就係高等智慧啟示佢寫出嚟嘅東西嚟嘅。至於點解要講起《天外金球》呢一本小說呢？原因都係因為呢一個世上呢，喺眾多嘅神秘事件當中呢，都有相當多嘅神秘事件呢，係會涉及一啲金屬或者會發光並且又會飛嘅球體嘅。而最經典嘅例子呢，都莫過於喺世界各地嘅神秘麥田圈出現嘅前後呢，都會有機會出現呢一啲會飛行嘅球體，甚至係有人話拍攝到呢一啲圓形嘅球體製作麥田圈嘅經過嘅。喺另外一方面呢，某一啲神秘嘅傳聞當中啊，亦都會話呢世界各地嘅空軍軍人呢，喺戰鬥機飛行嘅期間都會見到有過呢一啲飛行嘅球體嘅。甚至當中有一啲故事呢，就會話啲空軍機師覺得呢一啲球形嘅 UFO 呢係挑釁緊個機師，於是乎空軍機師就會展開戰鬥模式去追擊翻個圓形球體嘅 UFO 嘅，甚至乎呢啲機師係嘗試過將佢哋去擊落嘅。但係往往故事去到最後呢，都會話個球形 UFO 呢會用各種不規則或者人類飛機所不能行走嘅飛行路線去飛行，令到啲戰鬥機咧係無法去追擊佢嘅。當中更加係有一啲極端嘅例子話呢個球形 UFO 呢係可以喺高空當中突然間消失，揾唔到出嚟嘅。亦都同時間喺上一年嘅11月呢，有人就聲稱喺英國嘅曼徹斯特機場嘅上空呢，就見到一粒懸浮喺空中嘅藍色嘅，估計係金屬嘅球體嘅。而呢一個球體咧喺空中懸浮咗一陣之後咧，就降落咗喺個機場嘅跑道上面，然後逗留咗一段短時間就上升飛走咗。雖然喺事件發生咗之後咧，當地嘅機場管理當局就否認咗事件，但係喺網上面就流出咗一張清晰嘅一粒藍色球體喺機場跑道嘅照片。據說呢一張照片嘅來歷呢係一個飛機師喺飛機駕駛艙上面拍攝嘅，所以就令到個事件呢更加嘅撲朔迷離啦。不過以下嘅故事就更加耐人尋味啦。話說喺哥倫比亞一個遠離塵世、寧靜又遙遠、只有12-13萬人口嘅小城鎮，一個叫做布加嘅地方呢。呢一個冇乜人關注嘅南美小城鎮啊，就喺今年嘅3月份時間呢，居然就發生咗一單舉世矚目嘅超自然事件嘅。
咁啊就係話當其時嘅城市上空咧，就居然係無端端出現咗一隻大小如同足球一樣嘅金屬球體嘅，而呢一粒金屬球體咧就竟然喺當地嘅市鎮嘅上空咧就低空飛行，並且盤旋咗一段時間嘅。咁啊，或者大家都可能會想像得到，只要上網撳幾個掣，去到中國嘅網購平台呢，都可能會購買到各種類型嘅小型無人飛行器，都唔係困難嘅事情嚟嘅。咁但係令人疑惑嘅地方就在於呢，根據目擊者所講啊，呢一個球體呢，佢飛行嘅時間係聽唔到有聲音嘅，亦都冇任何噪音，包圍呢一個球體嘅呢，只有一片嘅死寂。咁啊，同時間啦，根據現場人士所講咧，係睇唔到個球體係有任何嘅螺旋槳啊、風扇葉啊，或者係引擎嘅。同時間，根據觀察到嘅觀眾所講咧，喺呢一個球體之上咧，係見唔到有任何嘅東西去幫助佢飛行喺空中嘅，所以真係唔係好明白咧，佢憑乜嘢嘅動力能夠喺空中當中飛翔嘅？但係根據現代嘅物理定論嚟講呢，只要佢個波地即係身體啦，能夠夠輕的話呢，同時喺佢裏邊注入咗啲氦氣，佢想要喺空中漂浮呢，其實係唔困難嘅。再喺佢漂浮喺上空之前呢，綁一啲絲線嘅東西呢，咁就完全地能夠喺地面去控制佢嘅飛行路線嘅。咁亦都當然啦，事情並非係咁簡單嘅人為事件嚟嘅，因為話說咧，呢一隻飛球咧喺城市嘅上空一帶咧飛行咗一陣之後咧，個球體當中就出現咗一啲唔同顏色嘅光芒，跟住就無端端好似冇晒電咁咧，就墜落咗喺當地嘅山頭之上嘅。之後嘅時間亦都真係居然有人咧係聲稱執到或者揾到啦，據稱係喺當地上空所飛行過嘅呢一粒不明金屬飛球物體嘅。咁啊，同時間啦，當呢一個飛球俾人執到之後呢，亦都拍晒大量嘅影片放上網之後啊，就有大量嘅媒體呢就引述同埋報導咗呢一個事件，並且將呢一個事件當中嘅飛球呢命名為布加飛球嘅。咁啊，根據各大媒體所公佈嘅影片或者照片去睇翻呢，呢一個布加飛球呢，佢表面上睇落好似係由鋁或者係用類似合金嘅東西所造成嘅。呢一個金屬球體呢，佢係有光滑嘅表面嘅，似乎係有打磨過一樣。另外，沿住個球體嘅周邊呢，有幾條清晰嘅坑位，清楚地顯示出，或者至少啦，係會令人覺得呢一個球體呢係由兩半部分所組成嘅。而且唔單止係咁，個球體嘅表面呢，仲有一啲細小對稱嘅窿仔，同埋雕刻咗嘅神秘符號，以及望上去喺呢一個球體上面嘅一啲圖案同埋幾何圖形呢，似係一啲晶片或者集成電腦嘅圖案嚟嘅。亦都話呢一啲符號咧，喺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細節，就撇開唔理佢，成個球體都十分相似啲中國工廠所生產出嚟嘅工藝品，但係上面嘅各種幾何圖形啊、曲線啊、三角形線條咧，都真係睇嚟好似係有嘢想表達出嚟俾大家得知咁嘅。至於呢一個球體究竟係來自外星人嘅傑作，還是係來自地球人嘅無聊惡作劇呢？同時呢一個飛球背後又有啲乜嘢信息想要帶俾地球人呢？咁樣就要由發現飛球之後嘅故事講起啦。咁啊，話說布加嘅街坊咧，喺發現咗個飛球之後咧，就唔知因乜嘢原因，將個飛球咧就落入咗去一個叫做莫桑嘅墨西哥記者兼 UFO 研究人士手上嘅。亦都因為呢一個對不明現象有深刻興趣同埋研究而聞名嘅莫桑呢，令到呢一個布加飛球嘅新聞咧就揚威海外，全球皆知嘅。而當阿莫桑得到呢一個金屬飛球之後呢，就展開咗一連串嘅實驗去研究呢一個飛球究竟係乜嘢東西嚟嘅。不過講到阿莫桑去研究個金球嘅方法嘅時間呢，都真係會令人聯想到周星馳電影當中國產007裏頭嘅武器之王攞你命3000嘅。
因為擁有高等智慧嘅我哋呢，都真係估佢唔到呢，莫桑所使用嘅研究方法，竟然係會攞一杯滾水，然後倒落去個金球嘅表面，睇下能唔能夠灼熟個金球嘅。之後佢哋見到個金球係灼唔熟噃，又唔見有啲咩紅腫嘅痕跡，於是乎就直頭用啲明火嚟燒烤佢嘅。亦都當阿莫桑煎炒煮炸完個金球之後，都覺得佢冇乜嘢變化，於是乎就用咗個電子磅嚟磅下佢有冇重量上面嘅改變，裏頭又唔知係咪熟咗未嘅。然後當佢哋都未能夠確定個金球係咪食得嘅時間呢，咁啊求其用個放大鏡去放大個金球嘅表面，睇下佢個表皮夠唔夠鬆脆嘅。更加有眼利嘅網民咧就留言講啊，莫桑嘅測試影片當中咧，啲研究人員進行緊一啲電壓測試嘅時間咧，就竟然發現喺個實驗台上面咧會有一個俗稱辣雞嘅石焊槍存在嘅。咁啊，同時網民亦都留意到啊，影片當中咧係有出現過實驗室個名嘅，但係當啲網民上網翻查資料嘅時間咧，就完全揾唔到間實驗室嘅任何資料，彷彿係完全不存在一般嘅。咁啊，亦都撇開唔去討論當事人係咪用咗一啲低端土炮嘅手法去對待個天外金球是否正確，但係如果真係唔去話俾你知個金球嘅來歷，就咁睇啲研究片段呢，你都真係會以為個影片所反映出嚟嘅只係一班技工去整緊一個燒烤爐，去準備緊燒烤咁嘅啫。喺另外一方面咧，都有唔少嘅網民咧係質疑個天外金球咧，確係有濃厚嘅中國工業產品風格嘅。同時間啲網民亦都難以忘懷啊，故事當中研究實驗證明金球嘅記者莫桑咧，其實都係有個前科，做過另外一單具爭議性嘅案件當中嘅主角嘅。因為喺2023年嘅時間咧，佢亦都曾經向墨西哥嘅國會咧展示咗兩具所謂嘅木乃伊外星人屍體嘅，並且聲稱佢哋係1000年前嘅外星人生物遺骸添嘅。當呢一單嘢鬧到滿城風雨嘅時間呢，就有好多專家跳咗出嚟去否認當中嘅講法，同時話呢一個外星人木乃伊事件呢係一場騙局嚟嘅。咁啊，除此以外啦，所涉及嘅秘魯，即係據稱係木乃伊嘅發現地點呢，當地嘅文化部門亦都出現去譴責阿莫桑，話佢非法佔有同埋將呢啲所謂嘅發現品呢由秘魯出口嘅。亦都因為係咁啊，所以有唔少人咧認為今次嘅天外金球事件咧，都可能係另外一次嘅疑似騙局啦。咁啊，雖然話根據網上面嘅照片同埋影片，都真係會令人懷疑單嘢係流流地嘅，但係喺進行咗各種騎呢實驗之後咧，就居然真係有專家去參與研究呢一粒天外飛球。同時間啦，研究嘅團隊亦都有使用 X 光嘅技術去透視金球嘅內部嘅，亦都經過專家嘅分析之後咧，就話呢一個金球咧係由3層類似金屬嘅物質同埋18個相當之細小微型嘅球體咧所組成嘅。而呢18個相當之微小嘅球體咧，彷彿係圍繞住一個晶片圖案嘅東西咧，係圍繞住佢鑲嵌落去嘅。亦都根據啲研究人員嘅成果所表示出嚟咧，就話金球嘅外層咧，相信係由鈦金屬或者係鋼所製成嘅，但係確實係啲乜嘢嘅金屬物質呢？研究人員就話需要進一步去分析先會更加清楚嘅。咁啊，研究人員當中嘅放射性專家更加係話個金球嘅表面呢係睇唔到有焊接嘅位或者係接口位嘅。咁亦即是話咧，雖然現時呢一個金球咧係知道佢係由高等嘅智慧所製作，但係就唔似係人類現時所擁有嘅工藝啦。亦都透過 X 光嘅照片咧，研究人員係認為個球體嘅內部結構咧係由高密度嘅元素所組成，同時認為佢嘅內部係實心嘅。專家亦都同時透過聲納探測咧，發現球體中心嘅密度咧係低於個外殼，亦即是話咧佢裏邊嘅內部結構咧好可能好似海綿咁係多孔性嘅，又或者係由密度比外殼低嘅物質所組成嘅。
雖然話個球體係實心嘅，但係奇怪嘅情況呢亦都因此而發生。因為話說當啲街坊發現咗個球體，以致送到去實驗室嘅時間呢，個球體嘅表面一直都係維持住一個低溫嘅狀態，而啲街坊就話用手接觸個球體表面嘅時間呢，直頭會係覺得係0度以下嘅感覺嘅。亦都因為係咁嘅原因，揾到個金球嘅街坊呢，先會無聊地打算用啲滾水呢去倒落去個金球上面，又或者用啲明火去燒烤個金球嘅。咁啊，雖然話啲街坊嘅研究手法確係有啲問題啊，但係奇怪嘅情況呢，就在於，當啲街坊將杯滾水淋落去一個低溫嘅金屬球體表面，啲水分係居然冇結冰，反而係立即被蒸發，所以啲街坊都覺得好奇怪。再講翻個金球嘅表面中間嘅位置就有一個好似晶片嘅圖案，而呢一塊晶片呢，係有一啲線條嘅圖案去連住18粒有組合排列方式明顯係非隨機嘅圓點嘅，亦都透過 X 光照片嘅觀察咧，就會發現呢18粒圓點咧都真係一啲細小嘅圓形球體嚟嘅。而研究人員就估計啊，呢一啲圓點咧好可能係個金球嘅感應器、電路接口又或者係螺絲嚟嘅，因為研究人員相信咧，中間嘅晶片圖案咧都真係可能係一個處理器或者係一個集成電路嚟嘅。然後圍住個晶片圖案一個圈嘅地方呢，就有一啲類似外星人嘅文字。對於呢一啲文字呢，研究團隊就認為啊，文字當中一定係有特別嘅意思嘅，亦都為咗要去確認啊呢一啲文字嘅意思係咪就係中國製造咁解呢？所以專家們呢，亦都將呢一啲文字符號呢，用咗不同嘅古代文字去比對，當中係包括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嘅古文字啦，同埋歐亞各地區嘅古文字嘅，之後亦都用咗人工智能去協助解讀嘅。咁去到最後，所謂嘅專家咧得出嚟嘅結論就話個金球上面嘅文字咧，意思就係透過轉變循環中的結合和能量而誕生的起源，是統一擴展和意識個體意識的交匯點。至於啲研究人員咧對呢一個解讀咧，就表示話個金球係想帶俾人類一個訊息，就係鼓勵啲人類咧要將個人意識轉變成為集體意識，嚟幫助翻呢一個地球母親，特別係考慮到當前嘅污染同埋環境惡化嘅問題，所以都真係飲佢噏，就算冇口德，有人都會當係秘笈嘅。咁啊 anyway 啦，呢一班研究嘅人員咧對呢一個金球咧，其實都係有太多嘅未知，特別係佢嘅製成年份啦，同埋佢嘅來源嘅。雖然係咁嘅情況啊，但係啲研究嘅人員咧就一致認為咧，呢一個金球確係高級智慧所製造嘅，但係就並非係地球人所製造出嚟嘅。換句話說啦，無論係呢啲所謂嘅專業研究人員，還是大部分嘅媒體，目前都係異口同聲地話咧，呢一個天外嘅金球係來自外星人嘅。唔知道聽完呢一個故事嘅你又會點睇呢？不過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喺小弟寫緊稿準備緊呢一條影片嘅時間呢，喺網上面同時亦都係流傳緊啊！喺南美嘅阿根廷亦都係有人拍攝到呢，同個金球影片當中嘅金屬飛球非常之相似嘅飛行球體，所以就真係唔知係咪時候到了啦，又或者係喺未來嘅歲月呢，將會有一啲特別嘅事情將要發生，所以先至會出現咁多奇怪嘅現象，彷彿係有一啲高等嘅智慧咧，想要提醒我哋呢一啲人類啊，前路係應該點樣去行走嘅。好啦，歡迎大家留言討論或者分享小弟嘅影片出去啦。今集嘅節目時間係咁多先，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